神龍爺爺，我返嚟啦！我想學多啲有關中醫藥嘅新知識啊！你返嚟啦，我哋開始今日記中醫藥知識小課堂啦。神龍爺爺，我今朝起身凍親，鼻塞，成身唔舒服啊！唔使驚，我哋用幾味平和藥材配一配，即刻可以舒緩受寒不適。呢塊生薑就係君藥，專門主打驅寒解表，醫你受寒感冒嘅主症。紅棗係神藥，輔助生薑補氣養脾，幫主力藥材加強驅寒效果。甘草就係佐藥，溫和調理脾胃，舒緩薑嘅燥熱，令藥性更溫和。最後薄荷做使藥，引導所有藥力走遍全身，仲可以清透舒喉。哇！即刻舒服晒，原來幾味藥搭配係有咁多學問。君作主，神輔助，左調和，使引路，呢就係中藥配伍嘅智慧。